天后好趣味，起码好料理。是啦，是啦，你是水好料理啦。歹势歹你是细势。心细心，哦，我唔要透早处理代志啊呢。去处理咱里面的代志。嘿啊。哎呦，辛苦辛苦啊！哎呀，辛苦辛苦。安尼啊，即摆大家蔬菜哦，你放松一放。放松。嘿啦嘿啦那个了解。唔是啊，嘛唔免遐松下，就是轻松啦。哦，轻松，讲较紧的啦，讲安尼。好放松。来，咱今主题吼，这个非常老饭的菜，苍蝇头。苍蝇头。啊。哎，看韭菜，我妈妈讲吼，查某人死人来嫁韭菜，一个死个一个来。意思讲韭菜足好发的啦，你来啦，你还未甲你倒掉，你莫惊啦。我讲想看有危险性。不是，这是俚语，嘟嘟啊，好甲你讲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对啦，你客较俗语啦。你客较俗语。嘿啦，啊无我若炒啊，你若迄落啦，这你内行的，哇，你这老经验吧，袂使讲是你老的，你经验丰富。你讲我老，我就不舒服啊。我来，你经验丰富啦，咱这免教，咱这韭菜花要哪紧？安尼话讲，你看这头啦，刮啊，咱就小块个压一下。哦，那啊个有细的，迄种就是伤丁，伤丁的，嘿，爱个慢调，慢调。好来，啊你这在你个处理者，好，你来处理，啊你等下吼，在韭菜你个切安尼，好安尼吼，啊我先来擦甲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来，起码我先吼，你看，咱这甲吧吼，我先来擦。绞肉来炒，嘿，甲肉先来炒，嘿，来，甲肉啊，上苍蝇头吼，上主要就是豆腐。豆腐啊，豆腐一般市面上有干的，甲淡的两种，吼，那你若淡的就唔免搁浸啦。啊，因为咱已经传的是淡的，所以我往一寡米酒就甲浸出啦。啊，那就浸米酒啊。嘿，咱这落去吼，这豆腐一定要炒，一定要炒过才会香。炒好香。嘿。加肉落吼，先刻边啊，啊，就炒这豆腐啊，甲煸一下安尼，煸者，好气味出来。嘿，啊，过你豆腐啊，你该当搁较济咧，拢是在人的对啊。几在人的啦，为爱，因为你豆腐啊来下愈多吼，伊这个豆香味吼，这落来豆香味就愈重。安尼已经肉下足多哦，来咱这炒吼。好。啊，做伙要下落不要紧了。做爱做下落，嘿，豆腐啊一定要小炒过，啊。蒜头唔免伤炸吼，唔免伤炸。蒜头唔免伤炸，蒜头先来落煸吼。嘿。你来用咱蒜头切以后啦，无好势哦，蒜头。炒回答。炒回答，对。你安尼敢要放油？有我下煮啊，因为咱会记啊，这加肉正无讲介油，啊你若买到迄加肉为油较多吼，无去油嘛袂要紧。就爱看吧品质啦。对。就啊一般吼，足侪朋友可能吼，就是爱肉炒熟以后。啊，咸这三的，这韭菜就落去，往迄肉食的时间甜。甜，啊你唔是安尼吗？无，这炒了吼，来，咱蒜头来，好，炒者炒，这个香味出来，来，这个时阵吼，做米酒跟胡椒，胡椒粉，米酒吼是压好迄个猪肉馅呐，吓。啊，胡椒掺一丝啊，吼，唔免掺多，等下买来又掺一盖，安尼迄个胡椒味吼，较会重。看人的口味啦，对。你到了胡椒要食较济的人家。对，啊，我是这时阵吼，就掺一丝啊水。我看人掺迄个辣椒，还是豆瓣酱嘞，才会使。嘛是会使啊，会使。但是咱已经咱主要要食这个啦，豆腐的味啦。豆腐啊。嘿。但是咱今豆腐无真多吼，对，所以会使淋一撮，我先来淋一撮豆油，等下再来试这个气味。啊，你一当拿切的哈。啊，起码你迄个韭菜花切好吼，等下迄辣椒顺便甲切的哈。辣椒切到油就会使。苍蝇头我实在啊，我捌去餐厅食过，我家己唔捌煮过。你家捌煮过啊？唔係，因为我有捌煮过啊，肉足甜啊。肉足甜对啊，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掺水落煮一困啊？系啊。煮一困啊，迄肉较袂遐甜。啊，过来你咧煸迄加肉吼，你莫煸啊伤大，你若煸啊伤大就会愈甜。对哦。啊，咸正爱等互滚一困才试。因为你一开始腍的吼，随时咸正袂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豆腐会愈滚愈咸。系啊。豆腐迄咸粉你滚，迄豆腐会走出来。系啊。所以吼，咸正等时才试较会准。
为什么我煮的韭菜拢烂糊糊？你捌煮过啊？炒伤久，啊，我就唔爱煮啊。啊，因为无人要甲我食，乌哥烂啦。该说糖了哈，哎，这个时阵哎，来大火了哈，好，来咱韭菜花，差不多炒1分钟就使。 1分钟就好你啊。大火差不多。拍薄，我拢炒伤久，啊，你辣椒要熟了，看你敢食咸吗？加，敢食咸，安尼就好了。好好。好，来，大火哈，大火1分钟。 1分钟至1分半啦。哦好。你看你炒的迄个量多啊少，啊，只要爱有熟啦。无怪哦，我拢炒好了，你拢感觉讲啊你若煮伤久吼，就袂脆。哦，袂脆哦。唔若色水变歹去，而且佫袂脆。啊，这样菜你食就是爱口感。你搅饭的时候吼，迄个加肉气块安尼。嘿，加肉会芳，饮时也会甘，啊，这个韭菜花也会甜甲脆。 哦，对对，哇！唔通炒伤久啊，差不多你看迄温度起来吼，定对滚以后吼，差不多个20-30秒就使啦。哦，所以这火候爱控制好。爱控制就好。伊较袂臭菜味，因韭菜啦，你若炒无倒吼，对。会少个臭菜味，哎，所以足侪人拢炒甲伤熟。嗯，好，来，安尼我互你倒试看卖哈。好来。什么啊？好脆哦！啊，有熟无？有啊，不过无感觉是韭菜，啊，好香，可是无感觉有迄个韭菜。因为咱有迄个啊，饮时啊，迄味迄芳开啊。有的人会加韭菜，像阮孙啊都无爱韭菜，你若炒安尼就袂安尼。所以我咧炒我失败，我拢炒伤熟。安尼好，金会金条，啊，香油蒜我来。哦，咱尾有个薄蒜胡椒粉。哦，我拄着胡椒粉掺无多嘛。系啊。来香油来一寡，再来一寡，再来一寡。好。一盘这饭刷刷的，哦，偌好食呢。一盘配白饭配咧做的咯。哇！啊，是哩，葱一头。哦，啊，你等下明个迄个去里面服务了嘛？免。已经用咯。免。好，安尼咱等下我白饭传一个，咱这样食饭。哦好。好不？来，葱一头。